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6年4月2号，这一期我们继续聊聊恒大清盘，聊聊中国的房地产。咱们先看房企的消息。根据中指研究院的数据，今年一季度，也就是1、2、3这3个月销售额达到100亿的，这3个月销售额达到100亿的房企一共16家。16家什么意思呢？反正比去年少1家。销售额达到50亿元的房企共28家，比去年同期少10家。这说明什么？说明这个小阳春是吧？这3个月对房企来说日子并没有变好，房企卖房子那肯定是越卖越少。中指研究院认为，100亿企业数量变化是房地产市场从规模扩张转向高质量发展的体现，促使企业更聚焦于稳健经营、产品力和服务品质，推动行业向经济化、可持续方向迈进。就是喜事当三事办，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房子卖不掉，反而好事。你看看一季度部分民营房企表现分外亮眼。普瑞数智研究100家典型房企中，一季度累计销售业绩同比增幅超过100%的企业有7家。民营房企军医控股、汉源控股、联泰地产，这都名字都不知道这什么企业啊？这估计前年卖了1套房，去年卖10套房，那就业绩增长10倍。没有任何统计意义。总之，中指研究院数据这个主要看销售100亿或者50亿的这种规模比较大的，它的变动情况。可知这个房企现在日子还是很难过。为什么这么说？还有一条新闻也是把三事当喜事办。21世纪经济报道，当然还有其他媒体也报道说，龙头房企集体变房东。什么意思啊？龙头房企那就是非常大的房企，现在都变房东了。变房东什么意思啊？这房子卖不掉，出租不就是房东吗？21世纪经济报道说，开发业务触及天花板之后，龙头房企纷纷降速。未来一段时间，龙头房企将不再仅通过规模发展来驱动营收和利润的增长，而是转向收租。未来，中国内地的房企有望成为开发商与房东的结合体。今年的财报季，龙头房企呈现了明显的转型特征。华润置地、中海地产乃至招商蛇口均提出在规模保持相对稳定的前提下，加大布局经营性业务。房企集体转向，现实的因素是近年来开发业务规模逐步收缩。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5年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 8.28 万亿元，比上年下降 17%， 其中住宅投资 6.35 万亿元，下降 16.3%。即便龙头房企市场份额在扩大，但整体市场环境保持冷静，龙头房企也很难将营收和利润推上新的台阶。受此影响，房企不得不规划新的增长曲线，应对市场的变化。今年业绩季，华润置地首次表态，未来5年开发业务规模保持稳定，同时发力不动产收租业务和轻资产管理业务。中海地产则将实施一专双区优生态战略业务结构，即注重不动产开发运营主航道，租售并主，强化在住宅开发与经营性业务双龙驱动。这说了一大堆，这都是冠冕堂皇的话，实际上就是为了掩盖它房子卖不掉，它只好出租。有的项目开发失败，本来那地方是觉得应该大卖，结果你房子还没盖好，还没推出的时候，旁边别人捷足先登了，先割了韭菜，价格一降。现在市场行情大家知道，这韭菜就这么多，人家割了你就割不了了，那他卖不掉怎么办？所以他换个说法，再讲个故事。我现在搞什么租售并主，开始出租，这不简直开玩笑吗？大家知道这房子你是开发商，你卖不掉，你是垫了钱在里面，对不对？这钱是谁的？要么是银行的，要么是供应商的，要么是承建商给你垫的。你现在人家嗷嗷的跟你后面要钱，你给不了，你房子卖不掉，通过出租。大家知道一个词叫租售比，国际上最好的租售比就是1:300。什么意思？就是通过300个月租金可以把你这房子的这个钱收回来。300个月，你说哪个供应商哪个承建商能等你开发商300个月啊？这不是开玩笑吗？哪个银行能等你300个月啊？这都是迫于无奈，没办法。咱们的租售比还达不到1:300，咱们就是因为租售比低，买房子不合算。如果你的租售比真的轻松能达到5%，那好多人就买了。开发商不需要你自己那么累，还出租，
你出租你还成立公司啊，运营，你成立公司有这成本上去了，人吃马喝的，你收的租金管理的公司啊不知道够不够，你拿什么钱还银行的利息，拿什么钱去还承建商供应商的应付账款，这是典型的把这个丧事当喜事办，就这么忽悠这些不明真相的网友。开发商要做的事就是最快的速度把房子卖出去，钱回来，他好造血。如果要收租，那恒大为什么还暴雷？恒大赶紧把房子盖好之后租呗。所以媒体非常怎么说？如果媒体都这么报道，那就是让所有人都感觉是歌舞升平，一切大好，稳中向好。但实际上我们一直在这种一切向好，大家越来越感觉到冷，感觉到累，感觉到压力大，房子越来越卖不掉，不敢讲实际情况。你粉饰隐瞒有用吗？最重要的是什么？你这些开发商都是上市公司手上大量的房子卖不掉，这个房子如果房价一跌，你每年是要计提损失的。你自己拿着这个房子，你要减值，你一减值，你上市公司的业绩就要往下掉，变成亏损。房价再涨还好一点，对不对？你这房价要跌，你手上房子太多，你有100亿的房子，跌20%，你就变成80亿了。那20亿，你得盖多少房子，卖多少房子才能把那20亿赚回来？所以这不就对业绩是拖累吗？万科为什么2025年亏损800多亿？很大一部分就是减值计提。所以我也知道这些央企开发商现在日子难过了，房子根本卖不掉，他粉饰一下，变成我要收租子，我要租房。换个故事，我们再看这个央企承建商日子好过不好过。3月30号，央企基建巨头中国铁建发布2025年财报，报告期内集团实现营收 1.03 万亿元，这不错，同比下滑 3.5%， 规模净利润184亿元，同比下滑 17%。 这可是央企基建的巨无霸中国铁建。其中中国铁建里面它有各种业务板块，地产成为拖后腿的一员。2025年中国铁建的房地产平台中国铁建地产净利润亏损31亿元。相比如外界熟知的万科、恒大、碧桂园等房企，中国铁建地产并未直接上市，名气不算大，但在科尔瑞中指研究院榜单上，中国铁建地产2025年的全口径销售额为733亿元，位列行业第12位，是央企一匹黑马，对吧？这也是央企开发商呢。2025年是亏损31亿，就是房地产板块亏损31亿。大家知道这个，我说只要韭菜不买房，下面要暴雷的就是央企开发商。我们再看4月1日，融创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发布公告，披露其重要的子公司广州万达文化旅游城投资有限公司被申请破产清算事项。根据公告，该事项源于中煤江南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与广州万达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相关民事判决已生效。广州万达需支付989万元及利息。在强制执行程序中，法院未发现广州万达名下有可供执行财产，已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什么意思？这个肯定是孙宏斌2017年还是16年收购的王老板的广州的万达文旅，结果你看兜兜转转7、8年以后破产了，仅仅因为989万元付不起。实际上他肯定不是989万元付不起破产，他是资不抵债了已经。这个989万元只不过是一个借口，由他去向法院申请广州万达文旅破产。这个就是融创的重要子公司啊。你说7、8年前这个收购大手笔，现在破产，物是人非。当年是孙老板是骑着白马是吧？是拯救王老板，结果现在是王老板一起掉河里，谁来救呢？只有牛马和韭菜能救他们。牛马韭菜不出手，这些什么老板都得掉河里啊，都得暴雷。这个第一财经他报道一季度楼市存量交易亮眼，部分城市迎来强势小阳春行情。第一财经报道2026年首个季度楼市真实温度到底如何？近日多家研究机构发布一季度楼市数据，显示新房市场呈现供需下滑，但3月回温的特点。企业销售业绩整体不如往年，就是房企这个所谓的小阳春是不如往年的。二手房市场表现则更为稳健，成交跌幅收窄，整体挂牌量出现下滑，
北京、上海等重点城市出现小阳春行情，身处销售市场一线。近期多家房企研判地产后市，并普遍认为2026年是行业止跌回稳的关键之年。目前市场调整已到底部区域，行业最艰难的时期基本过去，正式进入触底回升。那么看看数据，2026年首个季度新房市场画出一条整体缩水3月回升的销售弧线。科尔瑞地产研究报告显示2026年一季度全国重点50城新建商品住宅新增供应面积1487万平方米，环比同比双大幅下滑48%、42%，市场供应收缩态势显著，也就是开发商开发的房子少了，新房供应大幅减量，成交量也较往年出现缩水。2026年一季度全国重点50城新建商品房住宅成交面积2368万平方米，环比同比分别下降30%、30%。这个答案就出来了。你看，新建商品房50个城市成交量，第一季度环比和同比都是下降30%。那你说这开发商他日子能过下去吗？这还是小阳春呢，比去年4季度下降30%，比去年1季度也下降30%。你房子卖不动，神仙也救不了。就这开发商为什么总是暴雷？这开发商为什么说干脆我就拿房子出租算了，不卖了？因为他卖不掉，这才是真实情况。当然，如果单看3月份房企销售，还是迎来了一波小高峰。科尔瑞方面称，2026年3月重点50城新房成交面积1100万平方米，环比大幅增长89%，同比降幅32%，就是3月份比2月份增长89%。不说春节了，所以说媒体它就这么坏。你2月份一个春节，你3月份比2月份多89%，有什么稀奇的呢？2月份一共才多少天，对吧？还少2天，29天，完了这还放9天假，所以搞得还以为3月份涨了多少。你3月份跟去年3月份比，还是下降32%。所以这个媒体的就这样。如果很多人对数据不敏感的人，他一看以为，你看今年3月份环比还是涨了，形势好了。从房企销售业绩看，2026年3月典型的百强房企单月销售权益金额2065亿元，环比增长127%，这就不说了，环比大家知道什么意思。你3月份是31天，2月份只有19天。3月房企集体冲业绩，相较于冷淡的2月，整体业绩环比回升明显，虽不及以往的金三行情，但也确实收获了实打实的业绩。易汉智库也表示，中指研究院数据显示，2020年1到3月百强房企销售总额6208亿元，同比降幅较1到2月缩小了3.7个百分点，还是下降了。这个销售放缓，在按近12个月月均销售面积计算，2月末50城可售库存出清周期24个月，较2025年延长0.8个月，同比延长4.2个月，也就是房子是越来越难卖，这个出清周期越来越长了吗？二手房小阳春行情亮眼，不同于新房市场点状回温，二手房可谓迎来扎扎实实的小阳春行情。科尔瑞报告显示，3月重点20城二手房成交面积1797万平方米，环比增长117%，同比增长6%。一季度累计成交面积4108万平方米，同比增长4%。这意味着3月重点20城二手房成交面积翻倍增长，这个就是胡说八道，环比翻倍不说了吗？大家都知道，这个你3月份是31天，2月份只有19天还是20天呢？这个一看应该是文科生写的。一季度累计成交也高于往年，而在这波小阳春行情中，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充当了领头羊角色。值得注意的是，刚需群体的集中入市是一线城市本轮小阳春行情的重要支撑。我爱我家研究院数据显示，2020年3月，北京300万元以下二手房成交量占同期二手房成交量的 66.3%， 也就是2/3的房子是这种300万以下的老破小，同比上升 19%， 低总价房源成为成交主力。再往下割不动了，你知道吧？只能割这种300万的。
300万的咬牙切齿是吧？父母在岳母掏一点，自己再凑一点，这孩子上学，你把最后一波这人给割了，下面还有没有？这些人属于韭菜根。前期房价持续回调，让大量房源落入刚需购房者可承受区间，叠加市场预期好转，前期积累的观望需求得以集中释放。我爱我家研究院表示，当前房价基本回调至部分购房者心理预期，加上3月本就是热门成交月，带动了低总价房源的成交放量。更为关键的是，此轮二手房回暖不仅在量上增长，价格也出现跌幅收窄的态势。中指研究院表示，2026年3月，百城二手住宅均价12792元每平米，环比下跌 0.34%， 但跌幅较上月收窄 0.2个百分点，已连续第3个月收窄，同比则下跌 8.55%。热点城市二手房新增挂牌量减少，对稳定房源价格有积极影响。同时，近年来总价较低的小户型房源成交一直旺盛，小户型房源大量被消耗，导致低价房源减少，业主降价意愿也在下降，溢价空间普遍开始收窄，这些均导致房价降幅收窄。这就是所谓的小阳春。实际上新房大家知道了，那是比去年还要差，比上个季度也要差，就是新房在继续滑落。二手房是因为学区房，你看看刚的不能再刚的，北京是300万的，上海好像也是300万，都是占60%-70%成交量，都是刨韭菜根，刨完了还有吗？但是就这个价格它也没涨，只是成交量以价换量。路透社4月1号它有个报道，中国3月新房价格上涨，大城市出现季节性回落。说中国3月份这个新房价格小幅上涨，扭转了上个月的跌势，主要得益于大城市需求的季节性回暖。他说，一项私人调查周3显示根据中国最大的房地产研究机构之一中国指数研究院数据，100个城市新房价格环比上涨 0.05%， 此前2月是下跌 0.04%。该机构表示说，核心城市优质项目供应增加，推动了3月新房销售的温和复苏。4月能否延续这一复苏势头至关重要。该机构称，如果主要城市势头能够维持，将有助于改善市场预期，为全年市场稳定表现奠定更坚实的基础。二手房价格环比跌幅有所收窄，但分析师警告称，而购房者更快转向二手市场的趋势可能对新房销售构成压力。这新房销售不是2个 30% 下降吗？环比同比都是 30%。惠誉评级亚太企业评级主管施露露表示鉴于就业状况疲弱、高库存以及其他基本面挑战，整体市场情绪依然脆弱。他补充称地缘政治冲突升级增加了复苏能否持续的不确定性。自2020年以来，政府对开发商过度借贷的限制引发房地产低迷，已导致流动性紧张，许多开发商无法偿还债务或完成预售住房项目，这给经济再平衡努力带来了复杂性。我们再看看这个过气网红城市杭州，这是钱江晚报3月30号一篇报道，说的是杭州二手房单日成交量创新高。他这么说的，他说这阵子楼市确实是热起来了，这北京上海反正是火爆嘛，杭州也不甘示弱。3月23日单日晚签421套，创近1年新高。他说，但扒开数据看，这波回暖的主力是谁？北京超 60% 是300万元以内的房源，上海300万以下房源占到 72%， 杭州也是咸宁良渚这些外围板块最活跃，总价多在200万元以内。这钱江晚报说白了是刚需在进场。我说是北京300万，上海300万，那叫刚的不能再刚了。而为什么现在敢动了？价格跌到位了，这些房子之前挂着400万、500万，现在跌到了刚需买得起的水平，加上利率降了，税费优惠，月供跟房租差不多了，
这个都不是主要原因，这个绝对不是主要原因，是孩子上学点儿到了，是吧？要卡在这个点儿上面。那暖意能持续多久？先看几个信号，量升了，价没升。杭州3月前半月均价环比跌 5.6%， 降价房源比例仍在 90% 以上。北京市2成微反弹，7成企稳，1成还在跌，这叫以价换量，不是普涨。这个是钱江晚报说的，所谓的小阳春就是以价换量。说4到5月是关键窗口期，在现在这波有季节性因素，每年3月都是传统的小阳春，加上春节积压需求释放，过了这个节点能不能续上，要看改善需求能不能接棒。最后这钱江晚报他还给了个建议，他说刚需自住现在确实是看房的好时候，价格到位，利率低，但也别指望买了就涨。至于想投资博反弹的，可能要及时做好心态调整，也就是你想在这买房子投资的，那也可能还跌，就这意思啊。这是钱江晚报说的，刚需自住现在也不是什么看房的好时候，刚需自住还得看你口袋，你钱够你就买消费，把它当消费，钱不够你就得老老实实租房住。你现在加杠杆买的什么首付 20%， 后面贷款，那你就等着，万一失业，这谁知道？现在失业可以说叫如影随形，分分钟你就失业了。你现在这个环境，你看那个甲骨文，一个邮件3万人下岗，甲骨文那都是那岗位都是不错的吧，985、211研究生，这都是打破脑袋想进去的。突然一天早上一封邮件一发，3万人离开了自己的岗位，你怎么知道你就能保得住你的工作呢？如果你是按揭买的房，结果你工作没了，那就完了。这样的悲剧故事太多了。你要钱够，你又没房子住，孩子要上学，那你就买，这叫消费。消费反正它跌就跌，你过了这个点儿的，你再买赶不上了。今天晚上一个帖子说的也是一个牛马错买一套房，倒欠银行100万，血泪教训呢。作者说300万的房子最后150万成交，我还是走上了不归路。这套房子是18年买的，面积150个平方，套式双卫，总价300万。他说我一直在外面做生意，但是条件还不错，于是首付90万买下这套房，当时利率是 5.3%， 贷款了200多万，月供1万2。但世事难料，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说这几年生意越做越差，去年又受到朋友的诱惑，把资金全部投入到一个项目里，结果是血本无归。2025年了还投资，那你说说，手上有钱他居然不去还按揭贷款，5.3%的利息。你想你的存款3年期存款只有 1.5%， 你给银行是 5.3%， 你不是脑子有坑吗？结果好了，12年前他还去投资，整个的被人梭哈了，没了。他说没办法，我只有考虑把房子卖了还债。他说这几年房价却在持续的下跌，原本300万的房子短短5年就跌了接近一半，价值仅170万。他说我还天真的以为我还了不少房贷，确实5年对吧，每个月的还1万2，你想想吧。结果算了一下，才发现5年时间还的大部分都是利息，本金只还了15万，利息还了60万。这不银行给你套得太狠了，你前面还的基本上利息为主，本金很少，也就意味着我还欠银行本金215万，太坑爹了。就算我现在把房子卖掉，1分钱都不剩，还要再额外给银行55万，我真的是彻底的懵逼了。所以我也想通了，干脆就不还了，彻底躺平。而且我确实也无力偿还，我想着尽快把房子卖掉，贷款也就先不管了，只要能卖个170万，七拼八凑的也能基本上解决我的问题。但是挂了好几个月，已经是最低价了，也是无人问津。这个还不算狠，麻绳专挑细处断呢，屋漏偏逢连夜雨。他说我在卖房期间，银行一遍一遍的电话通知我还房贷，苦不堪言。没办法，最后房子还是被银行起诉拍卖了。
也是法拍了。我本以为即使拍卖了，我也能拍个好价钱，万万没想到，价值170万的房子，最后成交价仅仅135万，也就意味着我房子没了，我还欠银行80万，加上什么违约金、诉讼费、罚息、执行费等等乱七八糟的费用，一共算下来，他欠外债100万，房子没了，前面5年的利息也白还了，首付也白付了，最后还欠银行还法院100万，这就是接二连三的踩雷，把不该踩的楼他全踩了。首先是高位上车买房，那利息那么高的时候，按揭贷款把身上仅有的现金拿去投资，全部梭哈打了水漂，该卖的时候又在犹豫，对不对？结果让法院给法拍，你只拍了个130万，所有的铁锤都挨上了，不出意外的意外就来了，他就上了黑名单，不仅一无所有，还失信上了黑名单，想爬那肯定是爬不起来了，因为他坐飞机高铁都已经受限，做不了了。所以我恒大一爆雷的，我就天天劝有钱的一定要把按揭贷款还了，你再给银行打工真傻，你那贷款利息5%、6%，你存款才多少啊？有很多人把钱存在手上，放在银行里面，总想着去投资，搞个什么加盟，或者去红绿市场去搏一把，要么就是搞个餐馆什么的，结果是双重打击啊，戴欧斯双杀。你再好的身体，最强的抗击打能力，你也扛不住。可怜之人必有其可恨之处。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